我送你走了。我没喝多。喝多了。这。 我在这里担心他安危，他倒好，天地神魔皆是一家，跟谁打都火热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小神医，你慢点走。小神医，慢点，你别摔着。你这玄清宫的酒是真好喝，慢点。比本君宫里的酒醉人多了。北池师傅，您回来了。金木上君，你不去天宫找你那个小相好，你来我梦里做什么？你喝多了，师傅。什么天宫，什么相好，这话本里面的东西信不得真的。其实你真的是生得十分的俊俏，若不是景昭看上你，我待你定会有所不同。你喝多了，师傅。我送你走了。我没喝多。喝多了。这。哎，北池小师傅，你莫要不识趣了。你看小妖童长得如此俊俏，我们还是速速离去吧。再给我来5壶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喝这么多酒，万一暴露了身份怎么办？若真遇到坏人，你的清白可就毁了。以后你要再喝酒，必须得有我在，听到了吗？干什么？